乜嘢嘅韓食餐廳連韓國人都願意排隊？講到韓式菜，你係咪都會諗到辣同埋梨？今一次介紹嘅呢一間新創韓式菜，可能會顛覆你對韓餐嘅想法。融合咗傳統韓式同埋創新調味，保留韓味嘅基礎上加入創意元素，令到整體嘅風味又新意又不失親和感。只有6款菜式，我哋點咗前3款：粟米芝士泡菜煎餅、豬肉龍汁大醬包飯、醬料牛小扒。3款裏面呢，我哋最被驚豔到嘅呢就係呢一款粟米芝士泡菜煎餅。首先呢，我個人唔係咁中意食泡菜煎餅，社長呢就唔中意食芝士，點知呢2個元素加起嚟呢，就變成咗我哋今次嘅 One Pick。芝士調和咗泡菜嘅酸，泡菜都平衡咗芝士嘅膩。豬肉大醬龍汁包飯，韓國傳統飲食嘅大醬湯呢變成咗龍汁底，係我第一次食到嘅方式，意外地超級生肚，整成咗一口包飯沾上醬汁，會不自覺一口接一口。醬料牛小扒用最簡單嘅烹調方式去處理高價牛扒，搭配涼拌菜呢，令到口感更加清爽。社長轉眼清盤，店內環境保有傳統韓屋風格，菜式帶有創意同埋現代感。中意打卡又中意食嘅朋友，直接可以加入清單。嚟到百年韓屋地區益善洞，食完韓食不妨韓到底，可以嚟呢一間專賣傳統糕點嘅小店。手信都要嚟韓式嘅阿千鄧喺益善洞裏面呢係幾有名嘅一個傳統韓式糕點。如果係想要即時堂食嘅呢，就必試呢一款招牌之一豆粉年糕。仲有呢啲韓國人呢超愛嘅飯後甜品。如果想要做手信嘅呢，就可以揀藥果同埋羊羹，包裝超級精美，送嘅人同埋收嘅人都開心。琪琪為大家整理咗一份益善洞好玩好食嘅詳情清單，助你暢玩。留言加1整理全部發俾你，分享儲存同加入行程，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下次見，坦咩拜翁。